依家喺珠海呢邊買樓究竟有幾抵呢？嚟睇下呢一套1萬蚊首期就可以攞低嘅精裝海景樓。喺陽台呢度咧就可以睇到我哋航空新城。我哋呢一度去到航空新城行路幾分鐘，喺呢邊仲可以睇到橫琴，睇到大海，睇到杭鶴大橋、金海大橋。樓下仲有濱河濕地公園。我哋呢一度有3個大學包圍住，所以呢套房如果買翻嚟唔住嘅情況之下，可以攞去出租，租金回報率保證有3厘以上。78平方米，接近800尺嘅單位，做精裝修2房2梯4戶嘅配備，喺成個片區嚟講都係非常之少有，非常之稀缺嘅。咁我哋睇下呢個格局嚇，呢度入門嘅位置咧，仲可以做一個酒櫃、餐邊櫃，餐廳咧非常之闊落。廚房嘅話咧係 L 型嘅設計，入面咧仲有一個位置可以擺雜物，而且冰箱位咧係做到雙門嘅大冰箱，朝南向嘅1萬蚊嘅首期就可以攞低啦，而且唔需要你交契稅、維修基金、律師費呢啲，呢3大費用喺其他樓盤都係要俾嘅。房間嘅空間同埋我哋洗手間嘅空間咧都非常之闊落下，精裝修現樓。睇下我哋嘅主人房，1.8米嘅雙人大床，瞓喺床呢一度就可以睇到橫琴嘅夜景，亦都可以睇到海景。喺呢度翻到關口嘅話咧，樓下100零200米就有直通巴士可以翻到去香港荃灣嗰邊，150蚊。如果你想去關口嗰邊行一行、逛一逛嘅話咧，坐1蚊雞公交車就得噶啦。咁去到金灣華發商都咧，都係行路10零分鐘嘅時間。所以了解呢個樓盤嘅詳細信息，記得幫我視頻點個 like， 然之後私信我啦。我哋下一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